都會見到多咗好多外國嚟嘅一啲旅客。市面上事實上咧，亦都氣氛比較正面。我哋要用好呢啲優勢，把握國家對香港嘅堅實支持，推動經濟提速增量、持續發展，為市民創造更好嘅發展機會，提升生活嘅質素。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2026年度撥款條例草案，讓今年預算案嘅各項措施可以早日落實，為香港譜寫出更加繁榮穩定、加速前進嘅新篇章。主席，我謹此陳辭，多謝主席，多謝各位議員。現在嘅待決議題係2026年撥款條例草案，予以二讀。開始表決，議員請按出席按鈕。各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：環球經濟增長比年初下跌0.2%到3.1%，但係第一季國內經濟表現強韌。本港方面，出口、訪港旅客、零售業、股票市場、住宅物業都有增長。政府聽日公布初步盈餘，預計由29億增加到110億。啱啱立法會而家係辯論緊撥款條例草案嘅投票。撥款條例草案已經係獲得通過。陳茂波亦都頭先提到係當局會密切注視地緣同油價上升風險，並繼續深入了解15規劃綱要，喺年內完成編製香港第一份5年規劃。亦都強調北都發展由外匯基金轉撥唔係常態化，更加唔係坊間所講嘅由下一代埋單，而係投資未來。咁強調政府嘅財政係非常之公開透明。現場情況睇到呢一度啦，轉頭另一節新聞。